跟着李汉峰踏进他的月桃树林，只见他快手削枝取叶，说有特殊用途。就是我们大陆那客家人产下来了啊，一代代产下来，嘿，就要用作包啊。顺便也采了香蕉叶。李汉峰预告，这都是能让美食加分的天然材料。回到店里，答案揭晓，煮好就有味道了哈。对啊，就有香味啊，有香味啊。就有那个。你刚才去田里锅有没有香味嘛？没有。对啊。所以好特别哦。就是要这个香气才拿来包肉粽。古早年代，客家老祖宗就地取材，不像闽南人用竹叶，客家传统拿月桃叶包粽子，不只取其香气，其实对保健也有妙用。我们的胃哈，吃糯米不是会胀气吗？有加这个叶子的香味哈，就会消掉。高龄80岁的阿婆包起粽子，手脚依旧利落。以前得在年节才有得吃，也总像这样聚集许多婆婆妈妈，透过他们的手艺，保留月桃叶粽的传统味。就是这种东西需要传承，对，所以是我们年轻人的使命。纯手工的客家第一粽，如今传到第4代，严选猪脚肉，加上大块3层肉，搭配虾米、油葱，真材实料看得见。哦，真的月桂叶很香，对不对？安油跟米西油。阿婆苏你懂吼，我说好香的味道，手艺真好，对不对？这是北客的语调是这样，那这里内埔的腔调有点不一样。对，我们南北不一样，南部的腔调就是，龟红的米西属于安吼，也是真香味道，手艺真好。蒸熟的月桃叶粽，浓郁的香味勾引着饕客的味蕾，还有客家传统的板或果，以香蕉叶代替纸垫，先人的美食智慧流传至今，都是好滋味。海雄跟米西油，送你懂后；海雄跟米西油，送你懂后。